来看花莲地检署针对一个涉染的食毒犯申请观察解毒。花莲地方法院是认为讲犯案的地点不是花莲的管区，所以驳回。也毋过检方无注意，嘛是甲人掠去执行。伊去年又搁互掠着食毒，台北地检署就直接甲伊起诉，互法院判2个月。被互掠入去关进前伊又搁食毒互掠着。后来有法官就发现讲，前2案拢有违法的所在，所以赶紧来通知北检暂停执行。警方临检的时阵，闻到房间内有怪味，对面床骹插着一包毒品。原来这2个查甫人烧酒伫咧旅馆内面食毒。这谁的？哇，这谁的啦？这种食毒的犯人，过来常常看到。也毋过伫2年外前，一位姓冉的查甫人自安徽那边被掠到，检方声称观察勒索。也毋过明明花莲地检以管辖权错误驳回裁定，但是花莲地检署无将内容看清楚。也是个人送去执行，历改14天。那我们本部呢会在促请所属的检察署，在执行法院确定裁判的时候呢，指挥说后面要减负确定的裁判，而且要必须确实的核对确定裁判的主文。基这项在案的错误记录，和这个查甫人去年第2遍食毒时阵被抓，台北地检署无经过查证，直接违反停诉该起诉。台北地检也无发现，该判2个月。一直到法院进前，如果第3遍食毒被抓，这回诚审法官总算发现这2件案件有问题，通知北检停止执行。目前我们司法院已经在研议说被告刑案前科记录的改版作业啊，希望法官就是在使用被告前科的记录的时候，可以更容易阅读，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误判的情形产生。司法院表示，将会改版前科记录作业，以免个产生错误。法务部也回应讲，会督促各级的检察署，伫这回事的后壁，要检附裁判书，并且核对裁判的主文。这件的情况啊，它其实是检察官跟法官看都没有看，执行跟判决那么重要的事情，他一定要有一个很严谨的 SOP， 把这个一定要确认的东西确认之后，再可以发件送执行，或者说才可以下判决。自检察官到法官连续出包，民间司改会就批评。新检的一时疏失，严重损害被告的权益。除了建议减少侦办加审理的案件负担，司法的督促制度也最近做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